你阿哥，迄个阿芬啊，无白讲啥啦。我太会感觉讲，你是一个现实的查某，无可能啊！啊，找一个有钱人啊，谈一段感情，这也无啥物唔对啊！当然嘞。哎，啊，不过阿哥甲我讲，你真烦恼，我后白交男朋友，感情伤过复杂呢。烦恼，我当然会烦恼啊！啊，无我阿公做假。阿哥，我安尼做吼，嘛是为着你啊！你看啦，如果我若交到一个好野人男朋友，安尼哦，你就会当好好享福，唔免做遐尔辛苦啊，对无？讲无辛苦啦，你做着幸福较要紧。我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找到一个同好的孙囝婿。你咧创啥？向宇宙下订单，安尼吼，伊就会互我想要爱的物件。我连珊珊向宇宙下订单，请你给我一个新冠百倍，一日赚300万，爱运动，无食薰无啉酒，而且结婚了后，佫唔免甲大家我大做伙男朋友。阿公甲你下订单，门卡到迄2台车，你甲我洗洗咧，安尼较实在哈。点知啊？歹势啦，拢是阮阿雄啊无好啦，所以这阿阮啊吼决定要甲伊离婚，啊煞互恁查某囝安尼受着委屈。呀，是的啦，是的啦，300啦，这婚事吼是当初咱拢无去顾着囡仔的想法，啊，他大主大意叫因去结婚，讲起来这嘛是咱的唔对。是咩？想着较早吼，啊，阮某大巴肚，啊，恁某嘛大巴肚。啊，迄时阵是讲，互因2个人看，当以后大家安尼哈，一做对个，做一下亲情。啊，你若想物啊，想是我欢喜咧。想袂到即摆哦，煞变安尼。讲实在诶，阿公仔讲吼，要离婚的时阵，我嘛是淡薄仔无赞成。但是哦，我听到阿公仔讲，伊这世人都唔捌谈过一摆恋爱。啊，这句话我听你到底有够艰苦诶。真是了，这我都唔知影。啊，你唔知影这哦，所以这次哦，咱来照囡仔的意思，互囡仔欢喜就好。爸，你来啦，阿妈对不起你啦。多谢你。阿芬啊，歹势啦，阮无安尼好好甲你照顾。这30几年来，颠倒煞你来照顾阮兜，而且我佫唔知讲你甲阿雄啊吼啊无感情，煞来误着你的青春。这只吼，甲你回一个失礼啦，阿妈要多谢你啦。爸，你莫安尼讲啊！是我家己决定要离婚，唔是阿雄有啥物唔好，伊只是放我自由，互我去过我家己的人生。咱做事大吼。卖遐侪意见，向宇宙下订单，将囡仔幸福，安尼就好嘛。先梦姐，前面有这个向宇宙下订单。爸，这你嘛相信哦？给我来，向宇宙下订单，这个准的。哇！真厉害呢！免讲嘛厉害，这是甲珊珊学的。这叫做下订单。就好一点。